今日喺名古屋，大家一齊跟住我 hunt Pokemon。大家好，我係 Anson Cracker。話說我喺名古屋預咗一日，淨係去買 Pokemon 卡，記得睇到片尾教埋你邊度可以買卡。第一站梗係去 Pokemon Center 啦，諗住好早到噶啦，我你個肺！呢度嘅限定襟章同埋卡包係完全冇補過貨啊，真係非常之激氣，唯有怒買一波發泄一下。同一間商場可以去睇埋鞋網同埋呢間 Magic 嘅卡店，但係卡款式唔多同埋價錢偏貴，所以我哋可以火速離開。啲卡店咧係集中咗喺一個榮商圈嘅區，直接入去呢個第一間見到嘅卡店啊，即刻收復咗呢一張咧有緊貴嘅 Trainer 卡 ，condition 係唔錯嘅，而且價錢都算 OK。隔離呢間要上2樓嘅 Fold 咧，我覺得係幾好嘅，有好多唔同嘅 PSA 卡同埋有特別嘅 Vintage 卡，個價比其他店仲相對低添啊！我自己睇中咗呢一張 Gengar，但係佢哋只收 cash。隔離有呢間咧比較出名嘅 B 本鋪，我覺得佢價錢咧會高翻少少，但係佢真係有好多嘅選擇。最後收復咗呢一張咧舊輩嘅 Vintage 超可愛比卡超。之後呢間 Wonderlist 咧，我極之推薦嘅，多卡嘅選擇啦 ，condition 好好啦，價錢都非常之吸引。大小姐喜提夢夢啊！然後喺大衰商店街入面嘅呢間 Hobby Station，竟然俾我揾到呢一張 condition 好好嘅 Gengar，而且個價咧都合理嘅。呢種尋寶嘅感覺真係超正。大小姐就執咗張卡俾手，如果中意抽卡嘅一定要認住呢一個位入面嘅呢一間卡店，呢個 Torraca Limited 入面其實都有賣好多唔同特別同埋 Vintage 嘅卡，一抽最平嘅現金價咧係15000 yen，大約700零蚊港紙。但佢座底咧係可以抽1盒嘅卡包同埋1張卡嘅。我哋兩抽咧中咗1盒 M3同埋1盒 M4，抽到嗰兩張咧都係冇乜價噶啦，不過都叫做係 SAR 嚟，所以無論點輸咧，座底都有盒卡可以開嚟玩下。盒 M3 仲要爆背添啊！如果想買卡嘅話咧，就一定要嚟呢一間 Top 卡啦。我哋問咗好多間噶啦，但係得佢哋咧先會做外國人嘅買菜。去到咧佢會俾一張 form 你填嘅，填翻一啲你基本嘅資料，然後分類好你自己嘅卡。我哋冇理啦，直接將啲普通閃同埋白卡咧都照買，而佢哋全部都收晒嘅，然後收翻一紮 cash 咧繼續去買卡。我整理咗一個詳細嘅名古屋卡店 list， 想要嘅話咧 follow 我，然後留言 Pokemon， 我哋會 DM 俾你噶啦。